設立跨職程晉升機制係唔少公務人員嘅訴求。對於有關訴求，司長曾經表示，有關訴求係涉及到公平性嘅問題。政府經過深入研究之後係認為暫時未具備條件推行嘅。不過，行政長官喺佢嘅參選政綱當中係提出，要探索建立跨職程晉升機制，設立合理嘅職程階梯，實行循階有序進行嘅。今年度嘅施政報告表示將深入研究並設置公務人員跨職程晉升嘅機制。請問司長閣下，對於設立呢個跨職程晉升機制，將點樣有效咁凝聚公務人員嘅共識，令制度喺保障公平嘅基礎上面係提升公務人員嘅士氣？有冇時間表？我哋成個公務人員嘅職層制度修改到咗今時今日，我哋覺得係具備條件，因為其他應該改嘅改得七七八八㗎啦。跨職層呢，就係、譬如話，依家如果你係技術員職層嘅，你係350入嚟嘅，你做到如果你冇改變嘅，你做到退休，你都係技術員呢個職級，你係跳唔到430年高級技術員嗰個層面嘅。咁如何可以係一啲優秀嘅，係表現優異嘅，係譬如話係技術員職級入邊嘅同事，去透過一種嘅有條件、有要求、有標準嘅挑選拔機制，可以由350去到430年呢個職級啦。我諗係呢一次我哋需要去希望創設嘅一個內部晉升機制。不過呢，我哋要講明咧，呢個制度呢係一個特殊嘅制度，同埋呢，佢應該係一個係例外性嘅制度，同埋應該嘅數量應該有所限制。如果唔係嘅話，變咗全部係內部晉升，咁出邊人呢就冇機會再考入嚟啦。